係啊，各位聽眾，我歡迎你人，各在到對嚟邊咧學見嘅節目，當今年尾啦，差唔多12個月是會這人是上有興趣行放假啊，แล้ว啊會去食飯啊，去倒嚟食飯嘛，所以這禮拜我請電話特別嘅邊到對嚟參加我人講關係嘅放假食飯。去佚佗啊，呢物件話題咯哈，這個禮拜我哋嘅老趙到對嚟微微話話歡迎今日日希望錄音嘅時11月21號半咩，所以11月21號嘅時是當今是伊嘅生日幾歲啊哈？未使講21歲啊，我驚老啦21歲啦，21歲，廿數時啦。對，你做下面特別咯，新疆不啦生日？話名，你生日話名話做威神呀，8海呀，你唔是啦，威利啦，威利是落嚟用嘅啦，當今換啦，我做咩？換做白嚟名啦，我冇講啦，別使講呀。我你是我正式嘅名我換。哦，你識換你嗰啲換咧係咩？冇啦，你嗰啲換勤考啦，冇啦，我換華語名了咯。所以聲本是聲啦。聲冇聲，完全是一個人。哦，王菲啊，王菲呀，你咪就花飛啊，花菲菲呀，你咪就。你話我是即個法律第二道嚟拍確呢，我係冇頭一道嚟，所以我係使 consider virgin 咯。嚇！你會生日今日就你會使搶 cake 上加係你係咪人嘅啊？王菲，反正搶王菲一啲 cake 啊。我你買啦，誒，你唔是買啦，成個你 friend 啲嘢啊，係走聲走鹽啊。對，係咪？走聲哦。我 Facebook 咧使去聽幾那條新歌，我 post 起啊，我自己聽。我使辦哦。會使。我去 Facebook 嚟看 ，Facebook 你 Facebook 嚟看到你新嘅名。你曾經你新年咩做咩？大雞巴。那你下嚟啦，誰能幫我合影一下嗎？得咯，我隨無錄喎，到啲我 website， 到啲你 Facebook。你 Facebook 名有咩鬼？我係隨錄搞可以。你 Facebook 名有咩鬼 ？Facebook 威力啦。我俾佢 type 啦。喂啊 ，WEI 啊。冇 ，I know how to search 呢名。你訂 triple W 咪會名出嚟咯。哦，是。Triple W。講。冇喎。冇咩？冇啦。你唔是我 friend 喺 Facebook 嘅邊車嘅？你啷知唔知啷係使去邊車啊？邊車 .com/ 邊車 .com/ 邊啲學見對去噶？邊啲學見？等陣。哪一個威士啦？都佢呢度威士。攞嚟 sorry，威力 blanket 嘅呢是威力，你有頭整攞嚟是威士。我唔要威力啦，嗱我搭好路啦嘛。哦 ，OK， 到你 check 那邊。威力啊！I mean 威娃娃，入面是講失敗咯，裏面。威力娃娃威力。我看到你係了。哦 ，OK， 哇，你曉這個就那水。幫，就你甲我講我講啊，是個就講。冇下底，你看下底入邊有隻誰能幫我合音呢？哦，佢一條歌啦，我係叫你合，我係叫你甲我合。哦，會使，哦，我不要讀你第二個字喎，你新嘅名。威力啊！你是舊嘅名咧，新嘅名我冇公布出來。哦，特別你帶好啊你帶好啊，唔是你新嘅名。頭一個帶好你是我新嘅名。對。特別我不要讀第二個字上面，你使拍一拼音，你使拍一拼音特啲你 chat 嚟好啊。有邊度邊哦，無邊中間。我別一邊嘅啦，我不要讀。等陣等我隨我特別 at 老舊驚。你開掉啦，背 Facebook。等陣我俾 at 老舊驚成等陣 search。你上海聽嘅。係啦 ，search 就老舊驚聽。
夾帶去換燈喲別怪啦，吹袂到。伊 Skype ID 啊，安尼吹袂到，安尼借咧。落係 .com 嘅。我是我係 .com 啊，特別就借咧，伊是 Skype name 是 .com 啊。你借了喎？哦，sorry 啦，我講啲啦，我抄二郎啊，度之類啦，依個都上聲。哦。sorry 啊，抄二郎。別講啦嘛，全部。OK，等陣我叫佢。依個都上聲，我未記。哦。咱唔是講食烘嘅啊，講嘅久啊無講了。等陣啦，嘛成節性嘛，可能食烘啫。成節冇係使食烘嘅。等陣我可以食伊烘先，等陣。我有烘，我係烘食大。啊，你烘死咯，你烘特別奇死。怪，所以要叫我超劇嘅。跟聽你聲嘛，你聲收聽嘛。人笑嘅，人笑人聽咩？你無事咪咪？笑啦哦，我知咩事，我講聽啷怎麼叫啷睇唔到，他就會死哦。安尼，伊個死咧是頂面無加一話誒，伊頂面加一話咧就是叫做雞巴。誒，到底得咯，你播到底得咯誒。I mean，誰能和我哈？OK，誰能和我合音？OK，啷聽下，聽下就這條歌。哎呦，撲機幾擺落嚟，這樣就先嚟大聲。等我講啊。有噪音嘅啊，噪音。這個天使的呢？這禮拜話啲唔是食烘，這禮拜話啲是餵死。卡拉 OK。In that misty morning when I saw your smiling face, you only look at me and I was yours. But when I turned around, you were nowhere to be seen. You had walked away and closed the door. 噪音喵。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小關啦，超別氣。 When will the sky start to rain? 我 Sky Echo 後邊。 When will the stars start to shine? When will I know that you're mine? Did I ever meet you in the sunshine? And when we were both 1,000 years away? 這句歌來叫誰？王菲。哦，王菲誒，我冇聽過，王真係如何啊？特別變做Michael Learns to Rock 歸潮歸阿毛。一球你幾多買了？啊，你會這樣買一些啊，也人家差不多起碼的小位的多少錢？聽個了，佢兩個都聽係條路講了。我聽得到，我聽得到。喺錄影都搞我合者啦。會使。我特別話按照河亂唱呀，我是對嘅。河會有嘢阿毛啦，但是阿毛關都會曉嘛。對嘅啦佢啊。哈，你對呢？你算對，英國算對。我算對。阿毛關都會曉嘛，John。OK 啊，那使講食烘啊，頭嗱，人哋這裡399別打閒啊。399，你今年幾大食烘？講啊。今年年尾啊嘛，當然。今年啊。出國嘅去對啊咯，年尾去 KL 呢咯。特別你較正是去，你去來大，你出國時較正是幾時去嘅？冇得掉呀！哇，年尾哦，冇得掉啦。較濟人年尾出國嘛，打會嘛？佢來做禮拜呀。做去打了，
看我做字打了會嘛？做字打，我想你講做禮拜咧，唔，我想你要。做字打咧，我想你要做小禮禮拜，你要開女啊，咪出國。做字打。有啊，做字打嘅只好啲關係。我做禮拜咪就開女嘛。做禮拜嘅只好咁啲關係。你做禮拜開女啊，咪去食紅咯，我想講咯。做字俾好打啦。做去字俾好打。啊，我立做字嘅。老。嚟啊！字幕啊，其實等下我等陣咧，毛毛菇冚 live 先係，誒，知唔知啦？冚見。啊，這毛毛菇是查某係咩？唔使啊！哦，這是毛毛菇。我就是講，安怎無毛毛？毛毛菇無 online 哦，誒，毛毛菇隻菇無對來啊，歡迎。哈，大家好。我想你是毛毛菇，這查某嘅聲誒，你是毛毛菇。我條車驚啫。誒，等陣我等介紹你話毛毛菇是點解落椒啦，但個到底嚟隻菇冇嚟參加，等佢到底嚟。但我俾每到啲新叫叫，咱佢哋咁幫仔濟人啊，新叫叫啊，你講你出國時，你見你出嘅得咯。Bangkok。哦，Bangkok 去做咩？做嘅。呀，去食啦，唔係去 shopping 啊。誒，爽嚟佢啲人試啊！哎呀，你去上地係咪物件好食咧？去Bangkok除咗咩食？除咗雞腿，食雞腿。我講頭一行到個當今嗰度最想到要食就是伊個杜卡貝，喲，好食呀！杜卡貝啊！杜卡貝咁嘅好料啊！你使形容就係講安怎嘅杜卡貝，安怎煮，安怎咩食，安怎食。OK，because 我頭一日我教嘛，教了。because 我是家己驚，我無對對，我是家己買啲個家己隨學掉啦，家己驚，家己 blend 就對啊，所以我嘛甲頭一節食，第二節食，第三節食。第二本食，第二本驚，食家己對啊。有你甲平安做濟去？係我甲平安去哦。了教嘅時，你知啦，係你 A 嘟嘟嘅啲個，然後是無輸嘅嘛，嘅時間。真早真晚呀。啊！你成日早也無成日晚啦，了你時間嘅啦，所以你去對是一隻你都教迄邊是半日就差唔多了去啊嘛。了我教嘅時差唔多我暗暝6、7點咯。了頭一日教嘛，了我大嘅位嗬外口因為我大檔啦，你北肚南迄邊啊，所以特條街嗬，我成咗特條街冇小面嘅，只係腳落邊打，我成個人係80萬人咪，反打，反正就。安尼坐物件之後，頭一日來個貪心嘛，我唔知買食咩，嘛驚，然後咱直驚，就紅咁落雨，落起大雨，然後個無雨順落嚟，然後個腰啊要死哦，然後就去 aim 看有蝦物件，就看到伊個了是街路邊打頭，個人一打了，伊下到頂啊，了伊下迄個雨順咁紮啦，下隻拖咧，反正下了就看到一個上杜卡島，貴，敢若還袂夠你比伊個杜卡貝青入車拍，伊是規支杜卡，伊也去做螺誒咋，你知成螺鴨梅哦，伊是下規日下去螺，伊去滾咯，直滾咯，深山啊，了，個參巴嚟行吧啦，個參巴嚟吧本啊，杜卡參巴嚟吧本啊，特別未咗下。嗰是杜巴啦，特別是無上白咯，特別伊是規日杜卡吼，大支杜卡大邊啲螺誒，你看伊打，你看到真正大支杜卡大喺邊嘅。然後伊碗物件直滾了嘅咋，伊直滾了，所以伊接甲伊湯真正結了，你用螺內啦，然後有迄個梅菜啊，你看你咯，然後豆乾你看你咯，有，伊真好食誒。人家講好似小衣服大了，我學 notebook，但係我 stand 我都看。係，我是想講，即係大領啦，係使請 recruit 即係399真即搞食誒。好。伊真正齋只為只搞食，伊真正伊是不倒糖嘛，所以只散嘅咋，特別佢只搞食。你399啊？講。
了就看到嘛，你個腰要死啊嘛叫。你講咩？特乜事？我上面你看到啲餅乾，你幾隻龜汁喎？龜汁真係好食，龜汁。誒，即係因為龜汁可差唔多上個上杜卡呢，可能是講龜汁是湯嘅咯，แล้ว特別龜汁啊，你食呢冇朋友邊係咪啊？因สุก係一種嘅菜啊，青咧，有可能叫名啊，死我上到你上邊去。雲水。都食啊菜唔是有香，芹菜。雲水是啦。係。雲水就一個會嚇。嘅。對，雲水。你講菜啊，有嘅。雲水啊，是啦。對啦，嘅係啊。嚇？嘅半有係啊。阿摩是。係。嘅半個少啦。啊，半個有骨，幾半有咩？差唔多是安尼款咧，就面頂嘅嘛。誒，等陣我，但係我唔知啊。我問即個大玲嚇，大玲啊。點咗啊？我問你拎個大。不，唔是。我按數掉。數掉，你按數。別怪味湯啦，大隻啦。Make sure 你數攞餅啊，梗係 balance，冇一餅大整死。我一餅冇餅夠辣啦！誒，不，我俾妹女大玲，你在人叫芹菜係芹菜阿毛是叫咩？人講嘅芹菜唔是阿毛，係你芹菜都咋？人嘅阿毛嘅芹菜是 celery 嘛？特別人嘅媽講嘅芹菜是 celery 嘛？我聽住話，有隻人一朋友 restaurant 嘅朋友妹話，伊到底 Kansas 係特別是邊兩人咧？伊妹話講parsley 安怎叫？特別 parsley 都唔是 parsley 是芹菜咩？芹菜是唔是 cilantro 啊？我成日都是雲芹菜是 celery。唔是，係你是阿毛芹菜，芹菜是。你是西洋嘅。是西洋菜是 watercress 啊！西洋菜是 watercress 冇西洋係 celery 啦，西洋菜是西洋菜。你講嘅叫做芹菜。西洋菜是煲湯嘅啊！西洋菜是 watercress 冇上嘅。煲湯嘅。芹菜嗰部就芹菜是唔是 cilantro 嚟？芹菜。芹菜咪是芹菜咯，西洋芹菜咪是阿毛芹菜咯。唔是，阿毛芹菜是 celery 冇上。嚟，等學大玲講，我聽，我而家幫到大玲嘅對面，係咪聽？啊，學師傅講嚟。師傅講。芹菜，不，芹菜咪芹菜是 celery 嚟。是咩？你是阿毛芹菜唔是啊？Chinese celery 嘅芹菜。阿毛芹菜啊！阿毛芹菜嘅芹菜冇上嘅，你知哦？點樣叫名啊？我講嘅。阿 John 都講嘅芹菜是唔是啲炒嘅？炒嘅對。特別唔是，伊唔是 celery，我講叫 OK，我唔知就掉啦。當然芹菜是parsley啦，John。parsley 加 cilantro 冇上嘅咩事？ actually 是上嘅，是講冇上國家嚟。冇上國家都冇。阿毛有 Australian ，I know，maybe 是 parsley 嘅 flat leaf， 冇 parsley 嘅 flat leaf，parsley 嘅冇上。啊，對。特別parsley 唔是。Italian 用，我睇 Mexican 是用這裡 cilantro 唔是？cilantro 是唔是 from the cilantro？ 我諗只講只個係cilantro 唔是用cilantro 唔是用係你意思叫做咩意思？叫做 唔是 caraway coriander 寫出來就是 coriander 寫出來是唔是 cilantro？ parsley 冇上 parsley 冇上coriander 掉嚟。係喲，coriander 係 seed 寫出來是炒菜，係你叫 parsley 掉，你是 Mexican food， 你是特別是個食啲食胖嘅，特別 coriander 是澎菜嘅香菜啊，對啦 coriander 啦對。
對 sometimes 人叫做 coriander，或是叫做 parsley 啦，伊兩裡面 interchangeable 啦 ，because coriander seed 呢是伊係個 spell。parsley PARLSEY 啊。我報時 chat room 咧，下你 link 攏去看。嚇 parsley 上 parsley 個冇上咗咋 ，parsley 有壞哦，啦學緊壞。你看你 Google cilantro， 冇 sorry， 我係啲係你曉咯。嚇對，但係講嘅對啦，cilantro กับ coriander 是香菜。對 ，what is parsley 咧？香菜。parsley 不是香菜咯？我真係想這個這個你有解咯？無就是荷蘭嘅荷蘭菜。荷蘭芹菜啊！但係 OK， 等我 check 我睇。OK 啦，這個話題，這個禮拜話題咧，食好嘅話題，咱特別下禮拜到底嚟聽，這禮拜我講芹菜。Parsley。我想叫，依樣嘅嗰邊嘅嗰啲咩，咁樣你講粿夾啊，是唔是邊咧粿夾上哟？意思我係湯啦，上嘅啦。冇上。上湯特別人粿夾是粿條嘛，成粿條湯嘅粿條款嘅嘛，然後伊是用粿條特別古龍成個煮餸飯嘅款，然後了切誒款一地款嘅，然後一隻骨一隻氣味。哦。然後所以冇上嘅，最樣嘅粿夾較好食。更加好食啊！嚇？邊啲嘅粿夾？冇喎。三叫叫啊！三叫叫，我哋攞把去 SP 食粿夾喎。冇唔捌。SP 冇去緊你去。你哋去緊邊個？去邊個？當邊咧？嚇，當邊咧嘅條。Hello。Hello，邊咧嘅嘛是格教嘅嘛？伊都唔是粿條嚟。啊啦，一碗嘅啦，邊咧嘅？粿條。一碗咧。邊咧嘅是一碗嘅。一碗咧。哦。一碗嘅。上冇大輪嘅較好食。哦，大輪冇上嘅，大輪是上個煮腸飯嘅。大輪冇上。坤起來。飯嘅款嘅，係款下坤起來嘅。你去合仔有攤子啊，免去個病國嘅我講。合仔就攤子啊，破呢。合仔我是食過杜卡貝啦。杜卡貝你乜食過啦？杜卡了往嗰邊去落大海，往兩人嘅頭手地好似大魚粽，坐啲一地石頂到頂，咁兩人食杜卡貝嘅邊一河碰嘅就大海咧，特別感覺你是地好食嘅貝嘅。哦，所以你食錯結，然後大呢種，所以連上糯米滿去並食。所以你食就一刀咧，就去人咧，大擺到東西就去這邊食啦嚇。我去食地址名就話。俾人哋講，驚嗰隻隻杜卡貝就走。哇！誒，我冇食過咧，我冇食過，不但我對嘢就唔食。哦，人冇人俾啦，伊講家己講上人開啦，了伊打頭啦，我去食無我大，一邊食誒，好似人哋攞管無夠，我無夠結。未去啊！係啦，未去啦，已經。冇水啦咧，未去啦。Kali baru tak bakar dia. Holiday tengok jam. Holiday 就是食伊點嘛，對哦。係咯，特別我食人啦，成日攞嚟食人，但那個話話，別你那個 holiday，別你人講可能有去食烘係咪物件？我就係微娃娃咧，微娃娃就搞食烘嗰啲嘛，因為是帶團嗰邊。帶團啊！嚇！帶團去過沙拉瓦咯。我這裡聲都冇咩病。聽到。Lagi Sarawak laksa。沙拉瓦有一款麵，唔知叫做蝦米麵咧，一上個差唔多成個雲吞麵啊，那款呢。咕嚕米。別食啦，別食嘅。我頭先食雲吞麵。就定啊！我食過兩啖咧，I mean 講，嘛是講雲吞麵冇咩香呢，伊個味素是講唔知係咪安尼特別一個咧，死一滴罪條人個。誒，娃娃，當我冚起你嘅時，我講 call 到對你，然後你聲 connection 就冇咩好事咧，嘟呢，我 call 到對你啊。OK。
了，大媽伊講咩？大媽係咪個咩？伊咧背嘅咩？伊咧咕嚕麵啊？米啊，你想啊，米雲吞麵啊你？伊是背還是菜？菜還是生嘅？那個啊，大陸麵啊，你講。冇聽了。啊，較明啊。啊，我同你講冇聽誒。伊是女做啦，女嘅咩啦？等陣先，咱同件事係講緊係講食呢嚇。免食項，食咩使冇？食咩使？我甲你講下第一件咧，就 last time 嘛是我成日個帶團嘅，你帶了一兜兩兜咧，我跣咯，我甲你講真正跣嘅事嚟嘅。係咩事咧？帶團。帶囡仔事啊？嚇！你帶囡仔事啊，你囡仔亂啊，你無趁享受誒，你做先生無趁享受誒。啊，其實是無趁享受，是去做工咯。actually 是算是做工嚟嘅。對。然後所以有去帶團有去過沙拉瓦咯。你家己食烘，你是家己得咧？我家己食烘啊，我家己香港。哦，你去看你王菲啊？唔是啦。誒，我嘛我佢只就王菲呀，你話喲。我去香港，然後because香港你頂陣唔是去香港去看王菲 concert 咩？冇啊！你冇去看過王菲 concert？冇啊！我是去嗰邊是講 ，because 我嗰個係 city 啊。哦，你是講咧大城市嘅感覺呀？城市嘅感覺。但係匆匆忙忙，你咪就是講 New York City 咯。喲，嚟台灣啊！嚟台灣，咱去 New York City 行，我行只快隻飛機呢。貴哦，貴係貴嘅。貴哦，係咪嘅？誒，我有拍算嘅。actually 我拍算，我個面毛菇講下去攏合併啊，嗬。哇，差唔多係40幾咧，幾幾多啊？係咯，我諗真係做咩事話無類短，就是人看啊，諗咁地眼，唔是地眼啊，去click啲廣告。地眼。佢講佢講40幾期間嚟啊，嗬。免去行咯，坐到你厝困就使咯。每日拍啲馬來亞你入個清啊 ？New York City 只爽嘛，你冇使嚟，嗱，實我出帶你去看咧 Statue of Liberty 啊，然後是去咧Broadway show 啊，看 Broadway show 呢。誒，我愛去看哦，係 Broadway show，我感覺好特別去看一世人。對。使，無管只看看誒，只應嘅。來看阿咪無想 show， 安尼坐 show。無去邊看誒，無類去到迄邊。啊，無人呢？無類去到迄邊。聽我講，Manny 人咪是第一號對咯。了。OK 啊，了安怎？Manny 啲 sponsor 我人都帶一人都對去啊。你哋 sponsor 帶人去嚇？微話使嚟講我做阿3-4陣文咯。不，聽我講，Manny 啦，我咪是對去檳城咯，對去檳城啦，去機場啦，你有時搞不過嘅前年是阿無，咱 organize 下，你講讓去隨款使帶團多嚟 US 嘅多，你讓嚟個正有乜 join 讓嘅多，所以變咗檳城學見你誒美國嘅團咯。哦，你把老師俾吹住。你特別家己去到攤辦嘅，對團多貴嘅。冇，你是叫咱家己 organize as a group organize， 咱家己 organize。啊。你啦，John，我做字用少咋，我慢慢畫就一份畫出來就。你咪是慢慢畫咯，阿冇個價錢攞清13年先。誒，阿 John 啊，即係執字。大領域我做咩？嚇，就落去。大領嗰邊大領呀。就落去。就拎落去。就拎落去。大領嘅領頭落出嚟。你攞佢入拎去。下邊湯啊喎，有 super glue 就對啦。誒，有嗎？伊唔是 online 咩？印象深刻嘅嗬。Hello。特別我講過咧，佢印象深刻嘅是坐飛機啊，死嘢啊，那個會記哦。
阿咪你去咧，你每被開啊？見下下。唔是每被開嘅，你每被機靠，袋啦，被機靠，唔是，佢哋 emergency 伊哋咧 emergency 超架帶咧，未曉頭先飛機上發嘅啊，個飛機去英國嘛，就是啊，咧而家是未曉啊，佢哋 emergency 嘅，然後佢哋空姐妹妹嚟浪你妹，做淡薄做淡薄冇浪妹。飛出去。喲，我冇佢看到你大伯伯。誒，我未講地下你。我會你啷借下你，係咪新叫講？啷借下你long hour 嘅 flight 時嗬，我未啷啊，啷借下 long hour flight 時啊，啷有看過其他好處嘅嘢。嚇，就估嘅是你講下 ，OK，maybe for above five 貴5點鐘啦，貴1點鐘啦，所以家姐都係成講到去 Australia 冇是前一頓啊嘛，對。所以去地估是就等。Australia 不會去地會咪是到啲 Melbourne 還是地會啊6點鐘咯。Sydney 是到啲 West Coast 還是 East Coast？Sorry 未曉。Sydney 是到啲 West Coast 啊 ？West。冇啦，乜是 West？East 啊 ？Sydney 是 West East。所以咱是到啲邊頂過去地會，Sydney 是到一間，到一 Sydney。等我。前菜啦，夏威夷啊，現在咱講悉尼啊，如果Melbourne較咱上時間嘅。OK，了，就會了5點鐘。講到然後你坐，然後你就再講啦，嗰啲坐啲 flight 啊，就成嘅嘛，但係有奇奇怪怪嘅物件嘅嘛，咱看過第好笑嘅物件係咪？就係你特登去 US，你對是啲你 flight 成日等嘅嘛？你有看過？你成日等咧，回來就做啲怪怪嘅物件，嚇？白人啦，白人我都自己啦，白人我都自己啦。但我只看到咪是開喙困咯，流汗。我啦，我做只好笑嘅物件，我就講哋，我甲人講一個定啦，人看人有無？但係我就坐了，我講我咧位 friend，我講我就坐啲 long hour flight 啊，就講我做咩？我講困啊，做咩？都特別困夠啊，都。是乜夠有係你 energy 去行，我甲我講無喎，我坐啲乜係你 fly 我做 mask，對，做你 facial 啦。你抓啊，打你邊度啊？喲，俾嚇死人啊！嚇死啊！你話講你講啊，我就教我你個地，我講啲小位一倒了嗬，你嘢食係佢哋病成，你邊一條困跟住話講嘅發品咯，紅嘅裏面冰佢嚟看了，伊分諗我哋唔得佢哋嚇就講，因為佢哋飛機啊，佢嚇掉。然後你講冇嘛，我講你講你又講冇，我唔是做係你嘛，我做 sleeping mask，我講係咪 sleeping mask？然後係種係啲裏邊嗰種膠，我講咪真好笑。然後我講，然後你到 flight 面頂長嘅啊？你講無咯，去西邊手機啊，我就笑啊，你借俾12點鐘。借波啊，借波。都企到。你那邊冇夠水借波啊？係啦，冇夠水嘢掉。你講我嘛？你講你講咩？Rice 特別做 moisture skin， 我乜都過人哋糖嘅。你頭先諗咩？到啲飛機咪是冇攤借波，條你嘢你嗱你特別住講老舊講嘢你四處嘢細你咬啊，第主人嚟破啫。特別破口啊！哎呦，嘅呢隻波啲飛機，你是特別時候就講大 holiday 是啷開始時候都俾佢打落呢，就最隻行，就俾佢播。我去比較，你去比較啊？你是最你是大佬啊？我上去比較，然後你我講攞清12年是攞清12年是啷係 organize 嚟多嚟比較咯。好啊。邊啲學嘅啦？你霸王者霸王多啊？冇爆啦！我記得冇人地人又睇對面嚟啊！你都叫我嚟，學到就嘢都就。
就是講咩？就是講你補係咩？我補應該處理學得快啲嘅。哦，到底邊個啊？我講啲當今都勁得啦嘛。哦，聽下看到有空頭誒，咱有跟咱有看跟了有。伊有學掉啊？你講係咪？嚇，kepala but。學掉是冇掉。我公司ตัว美國กับ英國有 hotel 哦，佢掉啦，有 kepala 啦，有 kepala lubang 啊。kepala lubang。頭咯。空頭。冚咩除？是空頭，嗰是頭，空頭啊。空頭啊。有咩空頭？有啦，就空頭就是講隨條人坐，有人攤，有可能有攤班機嘅客棧。我怎麼多人講係咩名？你咱個聽講做飛機即飛機咧，哇！咱規定都想看啦，邊咧學見規定，咱嚟比較。做飛機，冇估咯。做飛機是看飛機啊，是 technique engineer 做飛機嚇。engineer。哦。แล้วนั่นก็จะเก่าเจียนี่ก็เก่าเจียจะสั่งกิ้ว哦，感謝。是เก่าเจีย technician 啊，你不 OK，咱講到對這行，你人成個講第一件就是啊咩？這行第一件就是判病。係啦，對啊，我就冇會講呢，我是為咗攞乜車去這行啊判病啊？我這行看病，唔會開啊，第一件是蝦米做？老西。咪講掉咁係咪？老西是第一件。對。你話真正無好彩啊！我攞到去旅行啊，攞到半掉老西啊，水土不服啊！你未驚，咁你講。我真係用水。我咁你講，我聽到。嚇，你知哦？我去迄個卡。在Cambodia 啊、Indonesia 啊，之內裡位吼，我就安尼咧喎。特別我去香港嘅時，我未喎。哦，嗱，所在嘅垃圾冇可能。水庫不服啦，因為水，你講聲水嘅垃圾淡薄呢？你去翻嚟位吼，啊，你袂使買個別店嘅 mineral water 咋 ？mineral water，especially 是水，你袂使買嘅路邊嘅，你得買 restaurant 呢。哦。你講係 restaurant 唔是 supermarket 咧 ？restaurant 咧 ，supermarket 就使。買第好時都買啥？maybe hotel 嗰邊買啊，because 嗰邊人買物件冇時間辦幾個人嘅嘛，所以人會 afford 買咯。你買個別店啊，反買你嘅應該一水無千幾嘅。買啊！你在 Cambodia 一支礦泉水幾鐳哦？就所以你鬧晒咯，就所以你鬧晒咯，你係嗰時係鬧晒嘅時候你。一支1 US dollar 啊，10個幾4支嘅礦泉水。你咪是安尼嚇開喙啊嚇，淡薄破淡薄，成個淡仔這波就被記人啦，破淡薄安尼啦。哇！我講即個無毛白加啊，即個老家驚老人叫人未困啊，笑噶含面啊你。講啊，嗰一項事吼，我唔知安怎啦 ，because 伊人嘅美啊，甲人無相嘅，你知哦。伊人較胖啊。伊人較濟是整嗰個山谷啊，山講整到山。啊，你呼嗎？伊是。แล้วอีขั้นเหลี่ยมเนี่ยรู้จักอ๋อตำบลสังกาอีตำบลสังกาให้จูบีเนี่ยแล้ว我真見知哎喲，我真見知哎。特別本地是講啊，รู้จัก伊人物件是真偏，รู้จักแล้ว伊物件偏แล้วเขาก็大盤，แล้ว sometimes 啊，你食到啊吼掉啊。哦，就掉啊。老西老西。你問隻手指啦，談心。是咯。你去到了，你無食咧安怎？你特特每一餐特別是食飯嘛。安尼咯，by the way，baru jangan lucu recording apa ya si Bogo？ 落了。你大家講你估咧都冇落咧。
我咪落一路，你是講你講馬路過嚟實落，我咪講一路。有啦。就是啊，你又我個無毛病嘛，是去Bangkok honeymoon咯，咱嘅朋友唔知去食下咩啊，撈西3日啊，住條 hotel。對，你即啊，即下年滿嗰條去老西嗬。對就學你是食唔到咩啊？我就特別驚，冇嗰時成日去出國嗰時食成日垃圾，成日冇咩上嘅 food 啊，尤其是成日喺 Cambodia，你可能越南嘅嘛。是哦，伊人嘅物件較無相啊，你食有陣時。你成日講你去香港吼，你食都對上咱華人、咱唐人嘅食物物件，你看啊，佫袂安怎咗。你真正啊！我講聽老西，若是講老西你去學到學到老西個 OK，你若是老西要不坐了飛機是計計呢？就揾個錢咪買，背住你特別錢嘅喎。丟，佢盤到個機卡出去啊！你老，無你老西是肯定，你老西是追到你西就只追啊嘛！你拍到伊個base 是伊撞起來就對嘅。講只行到對嘅對。了。特別我講你聽較解係咩啊？唔是特啲，I mean 接背機是解啦，你盤到個機曬。特別往時你要過 immigration 時，定到我要過 immigration 時，嗰啲老細好，佢夾到 luggage 佢未綁，佢哋去綁曬啊！佢哋過 immigration 擺住到個股，成個要死嘅啦！佢哋人亂掉未綁咗，不多聽啊！你個未去上班喎，佢一人 travel 時啊，冇人咁樣看你 back，就積壓嘅咯。是哦，佢去 travel 才看到。แล้วรู้ลังจู่ๆไปขี่หลังก็แล้วสิมาเลเซียหลังมาเป็นแรงอะไรตอนที่ต้องกินถูแล้วจะได้แต่แล้วจะไปตุยเหี้ยถูแล้วแต่แล้วหลังก็แล้วบัดสังกัดขี่ลูเฮงสิสังกัดขี่สาวโลเซ่นะครับนะที่โลเซ่อุ้ยเนี่ยเล่งที่โลเซ่講下你經驗上咗呢攞白沙去咯，就俾沙。咁夾8多啊？老夠驚？頭殼骨嘛，頭殼骨啊。嘛，แล้ว冇關事嘅嘛，頭先佢哋攞，就講話白白係女啊，冇啦，攞食แล้ว驚咯，แล้วก็一個抌。個垃圾，แล้วก็超攞你夾 bag 啦，夾 brochure 啦，好彩邊有人咯，咁壞啲人揀掉咯。你是去嘅時是到底到嚟係咪 country 係咪國家？係咪 country 啊？德國。德國哦，你唔是真正領哦？德國嘅邊呢領國家領是芬蘭啊，我其後先知。哦喲。係你領嘅未打痕。成個位硬講係拎個零頭本嚟拍個樓。係啦，拎個林拍叫嘅。叫嘅咪見我錄掉低。冇叫嘅接佢入面到啲醋嘢出嚟。好啦，你問哨啦，你冇哨啊，你冇錄出嚟咯，你多隨撳咧，做咧錄。哇！變態！成個食咧，成個食咧，糖水嘅時候是食咧膠女，然後拿嚟撳掉。少。我按照嚟講，食香港食得撳林下，對，講零掉。你攞螺絲攞咪是特別俾零沙是特啲，咪你先成俾啊劇面。樣事其實並比actually 零沙會嘅話講個零沙未？零沙是安怎，嗰是水零沙。零沙咪教嘅。零沙唔是零嘅沙就唔是你零嘅沙，唔是頭。成日講你人安怎你到 US 啊是。start 落雪啦，你出去嘅時，你是從下面講，
我是咩？你是情安怎出門呢？但是講是看咯，看我頭毛細係咪興咯，佢直接啊，了。佢位衫情係咪 style 啦？我咪是冇上嘅 jacket 啊嘛。咯，冇上個。Vivi 娃娃意思零衫是下面安怎誒？I think jumper 係唔驚啦，普通。你看是較好嘅咪是伊成個南邊有幾嗱有一種就是南邊成個係 down 嘅咯，係你毛啊，膠毛啊，唔是人膠毛啊，膠毛，你膠毛食個棉花咯，啊唔是嚇，就係到啲動物係一種咯，成個你 jumper suit 咪是有你看下南邊嗬，你英國數有情嘅呢咩？英國有綠色咩嚇？免講就啲綠色領就俾情嘅嘛。你有一種我確實解當然佢就是烏嘅咯，烏嘅成個 peacoat 呢嚇呢，係你個水嘛情一個傘，冇你胖胖嘅情一隻背嘅，實薄呢，對咪？你都見到佢，那是現在 winter 時候佢掉架啦，咯，其實有就冷就冷，成日就薄到對咪咧？你食番薯掉，會阿媽你來時，不知來時候啊，你成日即古年地包掉啦，來整一個係我可能特別等10年啊，10年後，使，嗱整 shopping 啦，喲，去辦幾 shop 的嘢食個玩呢。我你穿嘅衫平常時你穿咩衫 ？L 啊，是 XL 啊，是 M 啊，係咩 ？L。啊，你嚟整杯 medium 嚟啊 ，small。before 你去嘅時候，我照你話2、3條，定我你去邊個買個笨魚，個字物件很驚，個水。一隻細隻喎，一隻嘅喎，你情一份成罐啊，係哦。你嚟情靚經被晒咩？我情罐咧，情靚經啊。哇，有咯。我情靚經啊。情麗經係你時候有人打係花，有情滾的滾，成個王妃。情滾的誒。情撥。咦，我是做慣，我出貴。162。162是要怎樣？等我 convert 隻聲，等我開 iPhone。562，你隻滾喎！你唔是講510，你6兆呢哦？哇！安尼，我會使過來做之類了咯。做官咯，你是你家己情關得會咳呢？特別，OK，兩個我去過成個 dry 位咯，成個講到啲成個啲沙漠，可能有 desert 呢位 Egypt 呢，我去。你是哎呦，你 dry。有啦 ，Egypt 有啦，Arizona 有啦 ，Phoenix Arizona summertime 做。你去 Las Vegas 啊？不去個 Las Vegas，Las Vegas 我不去 Arizona 嚇 ，Arizona 不是只做，特別做誒伊講只大嘅做係 desert。只大所以你未流汗，無黏嘅。哈，特別 actually 嚇，你無黏咩？你感覺較無你坎坷啫，你就是較熱為成個 tropical country 較坎坷嗬。較介能冇。成個印度沙漠啊，我嚟講下，你去係你 Northern Part 啊，唔黏。哦，熱啊！冇咧熱，熱一隻垃圾嗰隻臭。哦，我講聽啦，其實啊，只臭味嘅時候是講你無攝嘅位啦，物件較無呢用臭，伊最臭味較無呢用，你味較無呢用臭，安怎講啊？你物件較無呢用臭。你較無呢用臭味啦。啊，對，特別是你去到你攝嘅位，較一隻臭味，我每日在所以我講去上班嘅時候，特別有幾項嘅要緊嘅條件，就是頭一條就是 temperature 咯，特別是講別使上熱咯，特別較冷淡薄。你有時第二就是 moisture 就要緊，但是講你只淡呢，你頭殼你係咪焦味曬味嘅咧，就起來就成個除曬呢，就除過嘅時就變咗除曬啦。有時一個 visual 咯 ，visually 特別看天氣嘅垃圾咯。第三你是 smell，第四你是 smell。
味素，你味素甲你 moisture 有關係本呢？你 moisture 就是上攝嚟講，你味就重嘅，嗰啲。對。你講你去印度，你去印度就攝啊？印度伊 humid 啊。哦，做咩是印度 humid 咪我嗨啊？印度你看到伊真大嘛？成你去Mumbai Delhi 嗰啲所在啊，真正唔止真臭啊！伊個真正 summer time 個真正伊真正濕哦。哦，一隻變咗隻協咯，變咗隻協嘅哦。隻協所以你成日你去印度你去嘅時，你只落貴船嘅時你看目睭，你鼻你鼻嘅 air 你鼻嘅空氣有一個鹹嘅你自然會記起嚟是印度嘅。古塞咪啦，你鹹嘅啦。伊人自己古塞嚟搭到厝嘅嘛，伊是有古塞鹹啊。特別冇古塞搭貴船了。伊人差唔多。伊鹹啲貴船了有咯。哦。是冇好啊，伊係咩啊？伊三條呢？你係咩啊？伊嘅內面條一條別用。做乜咁傻咧嚇？拜拜。OK，拜大佬。OK，感謝。感謝，拜拜。人會使你嘅路邊嘅。我大領妹拜拜啊，OK，拜拜。拜拜。走啦，大領。大領走呀。你嚇。不曉得我的領哦。係啦，被說過。Yeah。誒，大領嘢。大領冇講到食，伊食烘其實家己在食。暑假去對食，好啦，去過幾日位呢啦。係啦，不論香港、Australia。你是家己食啦，你去教時是你是。搭到去試食啦，冇去做咩？冇成日去看地方，去看呢。冇啦，隨食。我美麗去外國都是食嘅，愛隨好食。一上地係咪物件特別要緊特別 try 嘅，兩項。真係啊，我冇咁清楚咯。你路邊嘅時候，路邊嘅就白沙爹啊。生叫叫，我聽到是自家食咧火車嘅煎雞。火車嘅煎雞咧，伊用一season 用桃粉 season 嘅啊，用桃粉絲嘅，真正好食喎！你再往台灣去，還是你再過啷？你再加油擔啊？啷過上地下，啷係過加油擔嘅事啊？伊只坐咧上坡個啦，夾咧一拿嘅，迄個煎雞來賣咯，真好食啊！我嘛講用這桃粉絲嘅嘛。我知，你做 custom 過 custom， 嚇，過 custom 咪對。你排隊嘅時候變得變行，哎呦，行咯。我快揚起來嘅是硬。一半隻呢，半隻雞啊，半隻嘅煎東西。哇，好食，400好食。我哋看到係咩就？係咪？我看到係大領嘅網頁，內邊有一個杜油嘅咧網啊，個料呀。哦，油啊！你在這邊食 French cooking 冇用哦。呀，好料咯。個料我看咧拗。誒，了，即感謝你來參加大領嘅網頁是 gourmetgarden.com.my 我先去看。不過對起時我特別食啊，但擺我聽到你講講話時，我就想俾講去食啊呢。老糯咧，我梗係老糯嘅。爽嘅，我同你講，就爽嘅，介意做只興學嘅。對啦，咁吞食。我叫迄個叫生叫叫出來白白啦。係啦，會使生叫叫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大領咖啡湯是 food blogger 嚟咋？我唔知喎。伊人 sorry 我睇啦。當佢咪知咯，你有時 food blogger 嚟，所以有隻搞隨食啊嘛，所以你特別想你跟食位啊，你叫人去 try 看樣是搞啦。那好啦，嚟。老早就自己食咪是笑。做好食啦。富哥哥，食隻烤嘅咧，把路 as long as 你介紹迄間店咧，嗬，你都就有 free 嘅咧。冇食 free 嘅。愛做工課咧，愛做工課咧。愛做工課啦，愛做工課啦，愛做過陣時過。等陣。
咱隻馬上錄一個啲歌咧，叫錄去喺個位，然後錄去佚佗，特別錄就愛 advertise 喺個 mask 淡薄一下，安尼看。私人 mask 部除話抄字，唔係講肯定會 sponsor 啦。你個寫唔夠正。沒怪無人個 sponsor 嘛啦。那名就冇啊嘛。冇買 mask，你就係叫啊 ，make sure 你叫啊 business class。嚇？就我實轉型啊，我實轉型啊，我實寫闊了。啊，轉啊！我係隨坑頭嘅事，我係隨坑頭嘅事嚟睇啊。知啊，知有坑頭啊嗬。你愛寫咧，可愛有人 hit 你嘅位，你 hit 人，你 hit 哪款啊？有樣就打個你誒，有就規隻有學你細行嘅坑頭款，叫你去寫淡薄一下。Within Malaysia 啦，學你 travel within Malaysia。邊啲學見到冇？邊啲學見嘅 traffic 被擺嘛？誒，我覺得你講學見嘅，邊啲嘅嘛，你冇講白嘢嘛？我做談字藝術嘛，咧所以啊，應該是有機會啊。好啦，做啦。你做啦，談一隻女嘅事，應該背我對嘢啊。你話你咪做副播，即係使哦，你บอก啊個性啊面啊，บอก王菲、王力宏嗰啲嘢，你話睇出嚟啲嘅咯。買啦，成日俾知你就無坑頭嘅，你又唔是講愛搞一出專輯啊？我應該叫佢硬，因是為去看歌星，應該叫佢做歌星。對。啊，我特別嘅。你話我我個嘅品牌嘛。你問未見硬嘅時就俾 sponsor 我對嘢不知。硬係咪貴啦？好事。是啦，卡嘴硬嘅事。係那卡嘴硬嘅啦。要咱只香港嘅只卡嘴，阿咪只卡嘴硬。香港卡嘴。阿咪食卡嘴。阿莊我是個只雞卡嘴啊，特別我是個只人嘅卡嘴。係我是個只雞卡嘴。我聽袂到啊，直接講下咪。伊講只是個只女卡嘴。我真係估唔到條。誒，梅阿咪。誒，對喎。只紅只鴨都嚟。係啦，擼咯。冇我頭度講較濟啊，嗬，本時講到只紅啊，咱就至少愛成隻啊喂。只紅就是上隻只。對。啊，我感覺就是安尼咯。because 你去迄個位吼，你特就是愛 taste 伊嘅，伊迄邊嘅伊人迄邊嘅物件嘛。我不是咯，我去食我去 Indonesia， 我去 Indonesia 吼，我有食到一盤啊，吼，切有 colour 嘅喎，3項色嘅喎，介趣味爾。哦。但是愛找咧趣味嘅物件來食哈，對。我是喲，不知我咪是做 food blog，佢係做 travel。喲，我愛，我 dream job 是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去食。我甲你講下，第一日是我人嘅 food 嘅迄個，我人嘅 blog 嘅迄個 festival，迄個咩 blog fest 時喎，嗬。有一間啊 blogger，伊個工課應該是做一個你知 travel 嘅你知。專門是寫 travel 呢，但伊個正職人就是甲人寫 blog about 伊迄個旅遊勝地安尼款。哦，少嗬。然後咱嘅 Malaysia 嘅旅遊局吼有成日講 sponsor 伊個咯有影嘅喎。特別我不要寫數，我不要寫，特別我曉。我特別伊會曉寫啦。我是袂那是讓吹的等待咧，我是要做咩？我是要做，你知我特別小弟嘛，所以咧做成個要翕人翕 video 啊，是 video 那個即是 show，然後我跟你引導呢，我跟你引導呢。哦，that day 唔知 ATV 伊有拍廣告講ATV 是拍廣告到 radio 會講，讓被請，讓把路，讓想講啲找人 interview 來是做 program 嘅 host for travel 啦，食翻嚟嘛，然後還要講正 fluent 嘅 Chinese，然後要講阿妹。我不要講 fluent。我袂。我唔要講 fluent Chinese 啊，特別失敗。去 interview 啦，把路 ATV7 NTV7 有拍廣告啲電視機嘅 interview，12月11號到KL。
直接被 sponsor 我對 KL 省頭一條。特別也係講華語嘅啦，也講華語嘅呀。特別講華語嘅去啦。I 會講啊，Vivi 娃娃去啦。誒，Vivi 娃娃嘅嘛。English 唔會啊。English 未使。English 都未有。特別。啊，不然攞人去，Vivi 娃娃你講華語，我講阿毛，咱做攞。咱穿一條衫。咱穿一條衫。你讀有伊個。喂，係咪？你有伊係Skype 嘅你因為有。Gwen 話咪？taxi 麼？我看到伊啊，我伊。係咪嚟？一部秒。我開啊，我拍到呢後伊啊，落個。係咪嚟？愛有蝦米物件？愛有蝦米物件？講好嚟。了。但係啦，而家了哦。蝦米嘅？啊，對個咧係喎。你咧咪 start 鬼嘅告訴我先。是咯。咪 start 鬼？我係 start 鬼啊！差唔多係 start 鬼啊，但係差亂呢。選股豆咩啊 ？OK，你講不要食烘咧，我咪講食烘嘅時候，啷只成個講你嘅走咧呀？冇個啲個。哇，多正個。咁排走性哦，咪啲拖地依啲。Hello。冇問見亂講啊，我聽多聲。不，我咪講這杯，啷成個特別去訂杯機，係咪係家己到啲 online 買，還是去對出嚟 travel 買？哦，我 online 買。你先去咧 AA 嘟咧啊？實際下，我係袂食物件啫。台灣啊，可能特別有一個簽證嘅遐。Visa。唔知啊 ，Visa 到這邊特別正做咧，係就會知嚇。我在日本掉，台灣我唔知。日本嘅中國是這邊愛做嘅嘛？我唔知喎，你唔知啊？即係隻 OK 嚇，再 continue。啊，我唔知。咁樣我就對去啊。哦，你咁樣 continue 嚇，你冇講下面。你冇講啷個就是自己訂啦，飛機。係嘛訂 ，because online 啊嘛，當今真係嚇 online 訂啦，搭班機嚇 ，online 訂真班機嘅，喲，這個梗係好正呢。咪，我哋看咗夜班呀，我哋看咗夜班呀，哇，訂這個啦，訂飛機單，哇，嚇，畫面嗰隻畫面佢。你睇哦，我看伊個 blog 有一個點心，唔知是伊奶油或者咩，講咩簡單呢？撈出來哇，係啦。我可以看，我可以看。多餅奶油。399係咪去講咩簡單？點心嘅 Viva 點心嘅。哦 ，OK 嚇。哦 ，Viva 爸爸你睇只 free 啊？一開出來呢，一啲啦，裡面這個餡料嘅咧撈出來嘅，哇！Steam fish。嗰一個 topping 咧，即係我愛去食。嗰一個奶油，我冇看到奶油嘅，under 係咪 ？Viva。under 係咪 ？Viva 都錯。Search Viva。我都 search Viva，大話裏邊 search Viva 度啊。VIVA，OK，當然係講咱冇得去旅行嚇，咱係使去gourmetgarden.com.my 去看見。看伊個 food 啊，吼，唔啊，而家看見呢，即個作格來嘅無寫名。Viva 點心。哦，依個零頭嘅喎，個零頭嘅。啊，你上海二奶包啊？你哦，二奶包。洋客啊，依叫二奶包誒。洋客啊。Viva。是唔是 Viva？洋客來。Viva。咁你講 Viva 咧個人。你去呢個 gourmetgarden. 呢個 topic 是唔是洋客 and Viva？冇 ，food portfolio Viva 點心。對。 food 哇，你是明白邊嘅嚇？對啦。在。我嘅腰呢？我看。而家甲我講。做到呢喎！我看到阿莊小英啊，嗬，伊是啊，你是講你係你奶油包撈出嚟呢？肯定啦，成個卡脆到你撈晒嘅時。擼啊，對啊！嚇？
食老西人。冇，伊個流沙包 OK 啦，未歹食啦，伊流沙包。奶油，其實啦，未必是我人感覺到講好食，是因為人未曉食啦。你會曉食人，你會講 OK 呢？特別我妹啦，我唔是我妹啦，我俾教你講，未使咩？講。不，我俾教微微話我講，伊個你馬來西亞去台灣 man visa。哦 ，man 咩？嚇，即係阿芝教我講，阿蕉教我講。台灣 man visa 掉，不用，台灣不用。所以你會使落地簽證啦，就去嗰邊簽伊個 form 嚟啦。嚇，幫曬你啊！填個。想搞到新加坡嘛呐？你但係你講咪即係大嶺。哦，咩？你講咩比賽啊？咩嚇？冇啦，伊物件是，迄個 Viva 物件是certain 物件會食啦。嚇，有咧食啦。誒，我伊個即係燒賣係伊正嗰啲 caviar 喎，係啲。食啲 raw 嘅 raw 嚇 caviar raw。會貴哦，係咪嚟嘅？冇，你講係攞一個地拗嘅，佢哋食係咪嚟嘅？乜過嚟啊？你食咩雲吞？差唔多雲吞你看啦。哦，食雲吞嘅呢。哦。我聊到要撐嗰啲。大家應該去試嘅。誒，咱知唔知？咱當然講食項物件，咱別笑打，無咱講食誒，或者咱成日到底係講食，實在講食本就過使。個再嚟講頭食。你講咱食項裏面有食字，攏只是講食嘅。係咯，少呢。食項除了食就是 shopping 嘅嘛。冇我咪兩個，你可能走時。China 食項啦。較好講嘛，較濟物件通講啊。係啦，但我冇講。China 別使亂食。是不是？是咩 ？China 別使亂食。是不是？Dangerous food。是不是 dangerous 咧？講下。Dangerous。你冇感覺去 China？Dangerous food 冇感覺咩？嗰啲冇是假咪跟你食。哦，就 plastic 嘅假吧？驚咩？抓皮物件。一隻假物件嘛？咦，個係咪假嘅女咩？係啦，就這都知哦。我佢老講，伊本養六個人們家己本驚都知哦。我買。有冇假女啊？假女是用咩做？用 plastic 啊？冇假女用 chemical 物件做嘅。假女冇講只貴嘅嘛，是咩？因為你邊被頭一項 because 樣是係咧，樣叫咩啊？樣國家是叫係咩啊？係咪樣嘅 communist country？嚇 ，communist country 是安尼款嘅嘛？แล้ว樣嘅政府有去 control 隻物件，แล้ว樣人口呢濟，แล้ว living cost 就無關，樣工資就少嘅嘛。แล้ว in order to survive 就講當人做生意就是安尼款嘅嘛，貪一個錢嘅。係咪冇愛貪女呢？一關女啊，無良事咩？搞嘛知啊，係咪嘛知啊？感謝我399是 China 嘅 tourism 嘅 board 誒 member。399是我哋中國嘅代表嚟。我感覺真係無好啊！咪講我講就濟人時候，我做教得白咯。我講誒，你去 China 好爽我啊！伊講啊，伊教我講啊。China dangerous, everything also dangerous. Dangerous food, dangerous people. Oh yeah, 是啊，識個拍面試啊，冇好呀，等於。你驚嘅是到路行啊是啊，拄着拍槍啊，係咪啊呢？上海嗬 ，big city 啊，一貴大貴，แล้วตอก路嘅門貴。哦。你冇俾啤打波啊？因為上次你咩嚇嚟掟都貴股啊，咁都入佢8塊，講等住嚟除到講嘅屎又咪丟掉嘅。and 到，你人有 try 過 backpack 喎嚇？唔捌喎。買對行，買對旅行團啊。冇大 hotel 咯，你講特別大 motel 啊 ，YMCA 咁樣款嘅咯。我甲你人講下，當今呢，咱當今流行調嘅流行調嘅呢，嗬，就是講即個叫做係咪 calf serving 啊？咩嚟 ？calf serving 就是講呢，就是講呢，你會使
招伊位来住诶，所以伊本 open 互你来住诶，住伊厝，了免累诶。你第要紧是讲，你伊安尼款做事 ，because 伊爱互你成日讲，甲你有做朋友安尼款啊，了解讲你做嘅啊？哦，唔是。我等嗰條 service 嗰個對解四百袋。Surfing SURFING。哦。哈 ，Tough surfing。因為佢特別驚，你現在特別 creepy 呢，特別吉利。安怎呢？成個我唔捌伊，伊唔捌我呢，我驚。無嘛，你招人嘅位來住嘛。我知啦，我咁你招伊位來住咧，因成日被白鳥呢，唔是特別吉利咩？無，伊成日講，伊是。伊人當叫咩 relationship 是安尼款，伊是 carve แล้ว你是 serve 嘛，แล้ว伊是 host 啦，所以伊是 host 咧，伊特別互你provide 你一個位住咯，你知？伊有房間啊，是安咩安尼款咧。then 你呢吼 ，actually 伊有一個網頁誒，這個網頁呢吼是一個 community 來嘅，所以這個 community 呢你 join in 呢吼，你成日講你 from 內邊，你 maybe 講你係去美國啊，所以你會使你買大 hotel 嘛，對，แล้ว你嘛去找咯，แล้ว有個人伊人調工就是互你人安尼款，買大 hotel 嘅，去伊厝安尼款大安尼款。你無驚咩？你看佢 murderer 啊，肯定是睇咯。住過來，到一個 community 內面嘅嘛，應該是你，無你會使看伊嘅 profile 嘅。I mean 講伊 profile 內面，可能有人是可以，有個人可以成日講 positive 嘅 comments 啊， then 有誒真正出名了嘅啊，伊有真濟 positive 嘅 comments， 所以這個嘛是會相信嘅咯。你阿未調睇佢啦，你阿未調睇。了有誒即個本時我聽咧香港有一個 backpack 嘅 community 安尼款嘅，所以人有介紹這項物件，這項是較新嘅啦，特別是講人若是講無你大 hotel 或者咩喎，人 backpack 嘅嘛對。特別你看到物件較無咩想，我哋大家呢人是，你較無呢 touristy 嘅物件。較 local 啦，你成日有陣時你去 tourist 做 tourist 嘅物件嚇，甲你大下邊大人做嘅物件無咩想嘛。伊較 local， 你就是講過較平常人嘅生活安尼款咯。你若是講你愛體驗伊嘅蝦米，了有嘅 host 呢吼，伊人過會帶你去行啦，去provide 你 dinner 啊。特別我特別驚咯，我特別吉利，你無 feel 到特別吉利咩？so far 我看伊人去伊人不是有做 podcast 嘅嘛？即個香港嘅，我聽伊 podcast 就是伊是講伊人去嘅時上擺伊人比賽煮食啊，แล้ว伊迄個 host 找伊朋友個了做一個了做一個比賽煮食，แล้ว個有蝦米安尼款，都成扮做 friends 安尼款去。安尼款，แล้ว不有拄着只 creepy 嘅本，伊有食一個迄個 drugs 嘅，แล้ว吼伊有叫迄個人啊，that means 講叫伊為大誒貨吼，食 take drugs 本。哦，咱若是買請伊安尼款啊，買袂使啦，買會使嘅，because 伊人即個有 Amsterdam 啊 ，Amsterdam 呀，全世界嘅嘛。See a slightly creepy, I don't like it, please. 我咪走啦，拜拜。OK， 拎破，感謝，拜拜。破了，OK， 感謝，拜拜。我拍上去旅行本，咱當叫我本是除掉咯。到內邊除掉你款，所以這個是新嘅咯。了有嘅呢是講叫做民宿啊，民宿就較偏啊。有誒伊人嘅伊厝內做成日講 motel 安尼款，是 hostel 安尼款 hostel 啊，了你會使去住安尼款咯。OK 咯，這是 backpack 嘅啦。我係體驗嘛。會使你去體驗看，你叫你錄音去啊。了。你錄音互我聽咯。錄音去做。OK。OK 啦，好啦，咱未 start 幾個時啊？咱你對個啦，人，對個啦啊？
OK，唔見人笑蛋啦，攞人笑蛋，然後人感謝人當笑聽咧，聽我講發個風，去食項，然後禮拜咧佢真係聽我講幾個數嚇，感謝各位聽眾嘅笑聽，禮拜再見，拜拜，咁我特別見面就是嚇，就住嘅咧嚇，大馬大佬啦，大玲啦，無毛病咯，老狗驚，生叫叫，教會娃娃，佢住住有咩事啊？Wow. Bye. Okay, bye.